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跟你身旁的跟他一个 high five， 跟他说：耶稣对你真好啊！耶稣对你真好，耶稣对你真好。再换你的后面，跟他说：耶稣也对我真好哦！耶稣也对我真好。耶！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你对我真好，你让我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让我今天晚上可以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就单单的在你面前，我要向你献上感恩的祷告。也许有许多人，他因为有事物在身，他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到当中，所以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也对我真好。他把这个时间为你预备，就是要来朝见他，来亲近他。今天是个祷告的夜晚，今天是一个圣灵要充满在我们当中的夜晚，阿们。所以我们起来做一个祷告，数到3呼喊3声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大声的向他来呼求，大声的向他来感谢，大声的向他来祷告。1、2、3，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你对我真好，耶稣你对我真好，你让我可以服侍你。耶稣，我向你献上感谢，你分别我的时间，你为我预备这个时刻来朝见你的面，来向你祷告，来向你敬拜。主，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因为你对我真好。哈利路亚！主，我们有在现场的，主，我们有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你也对他们真好。你给我们这样的设备，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不只在现场，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依然能够一起来敬拜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感谢。哈利路亚！献上我们最大的敬拜和赞美。今天晚上，主，荣耀都归给你。今天晚上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今天晚上让你的名被高举，主，今天晚上你坐在宝座上，享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敬拜与天使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要与你一同来呼喊，来高歌，为了讨你的喜悦，献上这赞美的祭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手放在你心上，对你自己说：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我真好。一起来拍手，耶！从头来宣告：耶稣成为我生命，他已从死里复活，是主的生的生的主，死亡权势已被打败，征战的生命恢复，是主的生的生的主。耶稣，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再次呼喊，耶稣成为我生命，上一次已被打败，是主我生的生的主。耶稣充满在我心，以他无比的大爱，他是主我生的生的主。宣告，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再次大声的宣告说：耶稣，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
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已经经历到耶稣这份好的？给耶稣一个挥挥手。所以我们现场的人，或者是在线上的人，弟兄姐妹应该都经历过耶稣的好，阿们。大声来敬拜他，向他献上感谢，说：耶稣，我感谢你对我真好，他对我们真的是好。从头来敬拜他，一起来说：耶稣成为我生命，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主，我神的神的主。往前是已被打败，征战的生命恢复，他是主，我神的神。举起手来宣告说：耶稣，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跟我一起来拍手说：耶稣，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再来拍手说：耶稣对我，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宣告说：耶稣，耶稣他对我对你，他对你真好，他对我对你真好。哈利路亚！把最大荣耀的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今天晚上要再一次来触摸你，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浇灌我们，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你。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何等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专心的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主你总不撇弃我们。主啊，你要用你的爱今天晚上大大来充满每一个人。主啊，即使我们疲惫了，即使我们软弱了，但是主啊，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再次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唯有你是爱我们，永不撇弃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一眼的眼眶无力抵达，很想信靠，却已迷惘。我的世界崩塌，仍旧盼望，是不是我太傻？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随
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有，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失落你却找回我，你良善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一路上，一路上前骆驼，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有，一路你牵着我，虽然
闪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你亮闪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哈利路亚！天父，你的爱，用你的膀臂把我们紧紧的抱着。主，我们好享受这么美好的时刻，也愿这样子享受的时刻，主能够持续不断的堆积。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被你拥抱，但我们也却常常在拥抱之后，我们就忘记你曾那么的爱我们，拥抱着我们。主要让这样子的爱谨记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不是一个人。主，人生的道路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走，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面对，乃是神你亲自在我们的身边，来与我们同在，来陪伴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神你亲自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带领我们整个祷告会。我们同心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在今天晚上牧师要分享信息之前，我想要邀请我们当中，是不是有我们的家人们要一起来这个地方来一起来见证上帝的大能。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姐妹。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凌晨如果接到电话响，手机响，你们会不会很紧张？凌晨2点的时候，然后第一件事你会想说可能是家里的长辈，有可能是我公公或者是我婆婆打来的，也想想也不对啊，应该是打室内电话，怎么会打手机？然后电话接起来。他就说：“请问一下，是凯恩？凯恩是我儿子老二，请问是陈凯恩的家长吗？”我说：“对。”你会我们这里是台中仁爱医院的急诊室。那时候这个手就像现在这么抖。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他就说：“因为凯恩他高烧40度，然后有帮他做核酸就是那个筛检。”家长不用担心，但是因为小孩子他因为高烧超过40度而且他的那个白血球指数很高，已经超过了好几倍，所以必须要住院那个抗生素治疗。然后就交代了一下，大概了解一下，电话挂断我先生就说是谁打的我就说医院。然后当妈妈的就会很紧张，我就说。那个，不然芭比，我开车我整理一下，我车子开了我去台中好了。我先生就说，医院就说，不是那个肺炎，然后也没有立即性的危险，你就等天亮坐高铁就好。你得安心吗？困，你睡得着吗？没办法睡，然后就想到祷告，然后。隔天就坐高铁上去，去到医院以后就那边陪伴就扁桃腺肿起来，就这样就治疗就好了。那因为医院离我儿子住的地方很近，我就想说我就回去他住的地方洗澡就好。然后我进去，我开门，桌上那个维他命 C， 我们给他补身体的完全都没喝，然后那个人气养生饮也是整了好好的都没开。然后你问他，你维他命 C 有吃吗？你氧气人参有喝吗？他永远都说有，都是有。然后就很气，我想说我去医院我一定要骂他什么什么。然后刚好遇到隔壁床有人欧卡，就是长辈走了，那这件事就算了。然后那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忘了，我才想起说我要骂他的事，可是已经12点了，很安静，就算了，不要骂他。我就想到说，
小孩子会对我们说谎啊，我常常也对上帝说谎。我就要跟上帝讲白贼的。我婆婆在医院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要好，我婆婆哈身体健康，我就来服侍你。甚至于是我先生那时候要做切片、做检查，看是不是 cancer 的时候，我也是说：主啊，你保守信志，让他平安的话，我也来服侍你。然后遇到很多自己脊椎开刀的时候，我就说：让我出院可以走的时候，主啊，我也来服侍你。然后大概我拢讲白菜，等到你人在顺境的时候，你就忘了上帝。然后我现在站在这里讲的，就是礼拜一教会休息，礼拜二我跟佩芬说，因为佩芬有留讯息给我，叫我要交照片，礼拜二我就跟佩芬悄悄说，如果不交照片，执事还是被选上的话，那我就做啊，我不要交照片，这样可以吗？然后就是那一天凌晨晚上2点，我就又想起了要回到教会服事的事，所以我就想说，在顺境的时候也要感谢主，在逆境的时候更要求靠主。阿们。好，谢谢我们的姐妹。那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要来分享？好，那当我们的姐妹要上来的时候，请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我叫王群，天父的爱围绕着我。在上半年我还没有来参加礼拜3的祷告会的之前，天父上帝跟我说：“你老先生已经走了，你没有挂路，你应该走出去。”我也在心里面，我也说：“主啊，不是我不走出去，是因为现在疫情严重，我们练歌已经暂停。”到后来我就想起说：“对呀，礼拜3有祷告会。”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参加祷告会，到现在。上礼拜我们小组我们的组长林美长老说，今年快要结束了，大家分享一下上帝给我们今年的恩典。我想来想去，没有想到什么。到后来还是那3句话，天父上帝说：“你老先生已经走了，你没有挂路，你要走出去。”所以这几天我的头脑里面每天都出现这几句话。感谢主，我说对，我该走出去。家里没有老的，也没有小的，我该走出去。感谢主，在20年前拯救了我的家族。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三父上帝给我的允许，一点都没有落空。感谢主，我将一生侍奉主。谢谢。2号应该还会有3吧？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要来见证、要来分享？好，其实神实在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是时常与我们同在的神。常有的时候一些突然来的事情临到，虽然我们真的会发抖，虽然我们真的会紧张，但是神都恩待我们哈。那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今天我们的好牧师陈牧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没有人分享，我分享一下。谢主哈，今天是10月10号是我的生日哈，那感谢主。我要感谢就是说，其实我们服侍神
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是常常会软弱，会失败。但是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更能够来服侍他。其实我在服侍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在我们佑昌教会服侍到我已经今天就是满65岁，今天去坐高铁已经半价现在去坐公车也免费但是还没有请到那卡不算明天再坐渡轮也免费很多的优惠能够到满65岁进入真正的老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我真的在服事上很多时候我们人靠自己都会软弱都会退缩我们常常会有比较负面的思想，但是感谢上帝，当我越去经历到神，他是与我同在的神神是赐给我力量的神，神是使我能够在很多看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神，当我们愿意依靠他真的真实的依靠他，好像礼拜天乌国牧师在分享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真的真实的依靠神其实我们都是软弱，所以我能够服侍到，我本来想说我能够到60岁我就应该要退了因为我在到我们佑昌教会那时候可能很多的因素，所以我的声音就有很多的问题，讲道真的很困难，常常就有困难所以经历了4次的手术你知道这个喉咙手术一次就是损坏，减少你的声带的功能在5%了，照医生这样讲所以我应该是80%在说话，但是上帝让我能够服侍到65岁，我心中就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谢所以我就慢慢去改变自己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姊妹或是很多要服侍的其实我们要服侍神，就是一颗单纯的心，愿意的心就没有困难就没有困难。我们真的就是要依靠神，那我们要单纯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能够去把握。神要我们去做，我们去做；神要我们承担，我们就去承担。我们就是能够为神凡事就是为神来做为了福音来做。那我相信神就会给你恩典不仅是说可能可以试一下你健康的恩典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很多事情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是当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退缩，我们就常常会考虑这个考虑那个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多祷告，更多有领受神的话，在我们无论我们在人生年龄多久，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信心。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恩赐是非常丰富的，给我们的能力是很足够的，但是唯一缺乏的就是我们缺乏信心。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喜悦，没有信心就不能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今天是65岁，满65岁，那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表达一下真的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今天我们召开高雄的高鸿蒙的理监事会还有会员大会真的，我那个司仪书记那个蔡忠信牧师他要介绍我，因为理事长总是要做一些致辞，要讲话他讲的真的是就是这个件，神真的与我同在，让我能够做的很多的事，是不是我有什么
特别的那个力量，我是可以去做的。神呼召我去做更生团契的主委，这个不是我要去做的，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去接受。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接受，神与你同在，神就使用你啊，你单纯去做。其实真的，我带给更生团契极大的祝福。礼拜天来了，我们的吴牧师啊，雄中毕业，那个逢甲大学土木工程做建筑了，很聪明，很有能力，但是他一生经历很多失败，婚姻的失败，事业的失败，哦，这样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也呼召他来被他使用，他。小儿麻痹现在很难了，但是也不敢退哦，因为真的他都离开整个更生团契的事工哦，成就，所以你要真的要带领起来。他的人生的下半场非常精彩哦，他得到内政部的奖项、行政院的奖项、总统的奖项，他没有办法想到的，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是怎么样刚好。当我愿意被神使用，他在那边哦苦哈哈，真的。但是千里马遇到伯乐的时候，感谢主哦，他就有这可以讲说这快10年哦，不要多久，人生神要让你成就的事情，有时候不是几年而已啊。他这几年当中，神怎么样提升他，让他能够有这样的服事，得到这样的荣誉，而且得到神很大的祝福。那我们整个更生哦。就在整个台湾17个区位，厂长那个黄明正总干事，厂长就向很多的区位夸赞了高雄区位。其实这个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当我愿意去做，他很有能力，但是陈牧师感谢主，神就是磨练我很有信心，信心加上能力，就是能够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一个人也不能做啊，我有信心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他有能力，他没有信心，所以刚好就是我们2个就可以使这个整个更生团契。所以今年我们高盟哦，他就说我到哪里，所以我在高盟。高盟原本没有什么钱啊，但是感谢主啊，我做了理事长哦，我们今年哦，真的我们不仅去救灾，我们不能去支持很多极度缺氧的单位，我们去帮助牧者，我们真的也花了100多万，但是感谢主啊，今年我们高盟还剩下275万。我这样的见证就是不是我厉害，乃是我有神的恩典。当我愿意做他的事情，坦白说，很多人不愿意去多走1里路去付一些事情，很多人都这样。但是当我们愿意做，我是觉得神一定会与你同在，他够用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愿意去承担，神就不会把够重的担子放在你肩头上。所以今天其实我要分享的神的恩典是太多了，我真的神在我身上太多恩典了。但是我要感谢神，就是说，其实就是神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各位，当我们愿意来服侍神，应该是喜乐的，应该是充满恩典的。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经历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它。愿上帝在我们11月就是感恩节嘛我们真的数算神的恩典盼望我们正如牧师领受的，我们相信我们要进入丰盛，我们要倍增，我们要扩展，我们有这个信心。我相信这不是靠我们，当然不是。各位，我们就是祷告，神要成就的事情，在他岂有难成的事？阿们吗？感谢主，把颂赞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陈牧师的分享。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我们的列王记上第19章，好不好？请投影片帮我们打出来。列王记上19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第15节的前半段。
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牧师，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平安。想想看，有的时候啊，过去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我们有过这种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样子的感觉？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会有这样子感觉到，就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身边没有其他的人陪伴着我？当我们细细去思想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人从他出生之后，一直到他过世之前，其实很多时候常常都是他一个人在面对。譬如说，他从读书进到幼稚园的时候，特别现在前一阵子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父母亲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幼儿园，但是父母亲不能陪同进去，孩子就要怎么样？自己走进去。所以从读幼稚园、从读国小开始，孩子就是自己走进校园，自己去到自己的班级，开始学习自己去上学。一个人进到教室，等到他长大出社会了之后呢，他要去找工作，或者是他要去面试的时候，也是都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去面试、去面对。不管说是进入职场上班，或是开始他与一些异性的友人有互动、有交往，甚至到结婚，一直到慢慢的年纪大了、老了、生病了，
等等这些时候，常常有的时候都是需要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我们总不能带着自己的父母亲去到学校上课，我们总不能让我们的父母亲陪着我们去公司上班。当我们在与异性的朋友在交往、在约会的时候，有人会带着自己的爸妈去约会吗？没有。当我们年老、生病，或者是我们的配偶离开了，这些难过、这些伤痛，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去面对。很多时候，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种感觉，只剩下我一个人，只有剩下我一个人。过去曾经有一首台语的流行歌曲，叫做《爱拼才会赢》。它的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歌词，它是这么说：“他说，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没有错，真的，我们的人生再怎么样通达顺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起来，我们也会下来。就算是伟大的信仰前辈，他们也都会面临到这种软弱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列王纪上》19章，他所记载的呢，就是一位很伟大的信仰人物。他从一个很坚强、很伟大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软弱的人，又在软弱当中再一次被神来提起，转变为坚强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这个主角就是以利亚，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算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那我们要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我们要来思考，当我们面临到这个生命当中这种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样子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走出这样子的困境？我们知道以利亚先知他蛮有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当我们在读这个列王纪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往前看，在第17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利亚他非常的勇敢，他敢向当时的亚哈王来宣告，他说这几年倘若以利亚他自己如果没有祷告的话，那天就不会下雨，也不会有露水。而且在那个时候，上帝他首先就带领了先知以利亚去到基利溪旁，去到一个就是郊外的地方，并且上帝也安排了一只乌鸦来喂养，来叼饼，来养这个先知。透过一只乌鸦来供给这个以利亚他在饮食方面的需要。不仅如此，后来又安排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的家中，让这个寡妇也能够来成为他生活当中的帮助。那当时这个寡妇的家，她也经历到过去未曾经历的事。包含就是说，在这个寡妇家，她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面粉了，也没有什么油了。所以在没有什么面粉，没有什么油，在他们使用完之后，其实母子2个人就是准备等死了。但是没有想到，先知跟他说：“你就去做个饼给我吃嘛，你就去做嘛。”结果没想到做了饼之后，油也没有少，面粉也没有减。甚至当这个寡妇的儿子病死了之后啊，这个先知以利亚就按着这个孩子祷告，向上帝祷告，上帝也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经历，这个神迹，让寡妇对以利亚这位先知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以前可能这个寡妇她在看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噗噗，这个没有什么。可是当她看见当这个先知来到她的家中，发生了这么一连串很难解释的这些神迹的时候，连这个寡妇对她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讲话以前是不怎么客气的，
在第17章他有说，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啦，那个坛内也只有一把面，瓶里面也只有一点油啦。我现在就找2个柴回家，我要跟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没有东西了，已经在困境当中了。但是当寡妇看见以利亚行神迹之后，她知道，哇，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人是神人，这个是上帝的仆人。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看上帝的仆人，譬如说看到传道或是牧师，有的时候看就是觉得，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嘛。妇人在看这个先知啊，婆婆啊，这没有什么。很多人看上帝的仆人，也是觉得就很普通啊，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啊，没有错。当我们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普通。但是当神要用他的时候，他就是上帝的仆人，他就是上帝所要使用的人，他就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接着我们在列王记的18章上卷18章也有看到，这边有记载说，敬拜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以利亚，他在加密山大战450位的巴力的先知，还有亚瑟拉400个先知。在18章的22节，他有提到，他说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450人。”倘若我们用一般我们对数学的理解来看的话，1比450，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相信那个1啊，一定温输啦，而且输的怎么样？输的很难看啊。但是呢，我们看到450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什么感觉？温雅啦，铁定赢的啦。相信当时这个以利亚，他对神的信心只剩他一个人，可是他要面对这么多的拜巴力的这些先知的时候，相信以利亚他的信心一定是很好。我想不只是很好，应该说是好的不得了，好到已经过了头。要不然以他一个人，他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胜过这450个人呢？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经文的脉络这样记载，为了要证明说这个耶和华真的是真神上帝，所以这个以利亚他就跟他们提出了挑战，双方提出一个挑战，提出什么挑战呢？我们双方都各挑选一只牛犊，而且呢要把这只牛犊怎么样？把它切开，切成筷子，然后放在柴火上。放在柴火上之后，不要点火。然后呢，好来拜巴力的先知来，你们开始求告你们的神，然后看看会不会点火。那我也求告我的神耶和华上帝，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你的神是真的，还是我的神是真的？那如果说火烧下来了，那个下来的火烧下来的这个神就是真神。用这样的方式，他们两方面的人在那边对抗，就是说，到底你信的神是真的，还是我信的神是真的？哇！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在现场，百姓都拍手叫好啊，这个好，这个好，好。那敬拜巴力的这些先知，他们就开始求告他们的神了。从早上到中午，再从中午又到献晚祭的时候，哇！不管他们怎么呼求啦，怎么样，就是没有动静，就是不蒙应允。哇！甚至后来他们还伤害自己的身体，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结果。他们的呼求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呢，轮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以利亚做了什么事？以利亚他就邀请所有的会众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你们靠近我一点。然后他就取了12个石头，按着12个石头把它筑成一个坛，就在那个地方，而且在那个坛的四周还挖了沟，摆好了柴，然后把这个这个牛肚切了筷子也放在这些柴火上。哇！这个先知以利亚
好勇敢哦！他不只是摆在上面，他还命令人拿桶子装水，在那个周围，在那个上面全部都浇了水。想想看，如果已经柴火上面淋了水，要让它点起来容易吗？用我们现在的理解，有办法点得起来吗？不可能，对不对？除非有神迹啦。但是以利亚就很有信心哎，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他就开始在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在18章38节，他这边记载哦。列王记上18章的38节，他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降下火也就算了，上面还说什么？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然后所有的人看见之后，哇，全部都趴在地上说：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是真神。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连石头都烧掉了，不只是所献上的燔祭烧掉，木材烧掉，连石头都烧掉了。上帝的这个大能，使得以利亚得到全然的胜利，而且胜得太漂亮了，超过人所可以想象的。不过你想想看哦，过去曾在加密山跟这些拜巴力的先知大战一人抵450个人的这个先知，哇，当时是非常的怎么样光荣，非常的勇敢，敢在王的面前讲话。可是那个时候很勇敢的这样子的同样一位先知，但是呢，没想到当他面对这个王后耶洗别的威胁的时候啊，哇，居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他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原本一个人可以勇猛的对抗将近2个加起来大概850位的这些拜巴力的这些先知，其他宗教的这些假先知，可是想不到后来他却败在一个王后的一个威胁下。其实有的时候这会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人会去畏惧世界上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好像就是说，越有权力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好像也越敢敌对上帝。有的时候甚至不会把上帝当成上帝。所以在圣经的记载说，以利亚他受不了这个王后的威胁，他就开始逃命了。他逃到了旷野，走了1天的路程，他就最后在罗藤树下躺在那里。当他躺在那里的时候，他不是在休息，他去到那个地方，他是在跟上帝求死。耶和华，求你把我的命拿去算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像我的列祖一样那么厉害，我没有能力了，你让我死了吧。之前一位大有信心、敢大声说话的以利亚，结果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软弱？软弱到要去跟神来求死。所以，当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时候的光景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再怎么样伟大的一个属灵的人，他总是会面临到他软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其实，在过去的这个我们的教会界里面，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德高望重的一些领袖，但是他因为不注意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谨慎，所以导致他有一些错误的事情发生，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有限，以致陷入在那个软弱当中就跌倒了。哇！属灵的生命就陷入在那个软弱跟低潮的当中，没有错，人总是会遇见那个软弱，总是会遇到软弱。但是当我们专注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极美的榜样，就是耶稣的榜样。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在每一次的传道、每一次的服事结束之后，其实通常身体已经很疲惫、很累了，可是耶稣就退到
旷野的地方，耶稣就去到山上的地方。耶稣去到那里不是我打个盹休息一下，不是，耶稣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安静，耶稣要去到那个地方祷告。耶稣在那个地方跟天父持续的亲密交通，使他能够重新得力。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与天父相亲，所以就能够持续不断的领受他服侍的能力。让耶稣重新得力的主要原因，就是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以利亚他虽然已经累到躺在这个树下，罗藤树下，但是这不代表着上帝已经放弃他。上帝从来不曾离开他的儿女，上帝不曾撇弃他的仆人。上帝很疼惜他的仆人，所以在这个罗藤树下躺卧的先知，他2次听到神的使者的声音，一直提醒他这里有水有食物，你起来吃嘛，因为你要走的路还很远呢，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有所当走的路你要走呢。19章的第7节，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是一句鼓励的话，也是让他知道，也是让先知知道，你不要看现在的环境，你还有一段路要走，你还有神所交托的使命要做。挫折是一时的，但使命却是永远的。在还没有走完，还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之前，上帝他不会允许他的仆人就这么倒下。当我们看到经文的脉络，上帝要带领他回到上帝的山。果然，以利亚他也跟着做，回到了何烈山，他回到了神的怀抱中。但是他不是回到何烈山而已，他还跑到了这个山洞里面躲避起来。他以为他这样做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事，他以为他躲到山洞里面就可以非常的安全。从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其实当时他的心是非常的惊慌，一个生命的威胁让他抛弃了过去的一个属灵的高峰的状况。在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他好像完全不记得之前他是如何的勇猛，如何的依靠上帝的大能来服侍。但是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利亚好像搞错了一点点的事情。他可能以为过去当他在面临这么多假先知的时候，他觉得是他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在面对这么多的人。但倘若不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上帝的大能，其实这些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来的。以利亚那个时候成为一个迷失的先知，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行动，他只知道躲在山洞里面，他可以得到安全。这个是先知的生命受到威胁、受到惊吓之后的生命状况，让他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刚刚我们有分享，在一个属灵高峰的一个先知1比450，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软弱的先知，因为生命遭受威胁，躲到山洞里面去。亲爱的家人们，像以利亚先知这样属灵信仰的前辈，也会常常因为挫折，也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迷失。但是真正
那个灵命的力量是能够帮助人重新站立起来的。还好，先知他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小声地问躲在山洞里过夜的先知，19章的第9节、第10节，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以利亚他说：“上帝啊，我为你这么大发热心，那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又用你的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他们还要来追杀我。主啊，我为你这么认真，我为你摆上了我的一切，可是我居然要面临这样的困境。”其实类似的话，我们刚刚有读经，我们发现类似的话出现了2次。其实为什么出现2次？这也是表明以利亚他心里很看重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就背弃了你的约嘛，毁坏你的坛，然后杀了你，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还要把我给宰了。他很看重这些事情。我为你，上帝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其实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说法，也表示，其实在以利亚他的心里，他对上帝也是在埋怨：主啊，我都已经这样做到这样了，你怎么还让我遇到？他觉得他已经为了上帝，他这么爱上帝，他这么热心，他这么尽职，没想到他这么爱上帝，为上帝热心服侍的结果，就是这些先知被杀死，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也被追杀。难怪当时的以利亚会那么的软弱，那么的无助，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这句话也完全的表明他心中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感受。以利亚他觉得当时是他一个人站在加密山上，跟那850个敬拜巴力跟亚瑟拉的先知在那边对抗，而上帝他完全接纳以利亚这种感受。你当作就是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么多的先知，上帝接纳他的感受而且上帝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哇！上帝让他看到了什么？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可是上帝不在那个当中。上帝又让他看见什么？在这些风过去了之后，又有地震。但是没想到上帝也不在那里。地震之后又有火，但是上帝也不在那个当中。当这些火过去了之后，才有微小的声音。其实上帝透过这个经验，是要让先知以利亚知道，躲在山洞里面没有用躲在山洞没有用。你不要以为你躲在山洞，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你就安全了。不是这样。躲在山洞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只有离开山洞，只有出来面对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与神面对面，你才能够看清楚你自己的问题，你也才能够想办法解开心中的那个结。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是不是曾经遇到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样的光景？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应允，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不要再继续躲在你的山洞里面了，要出来，要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问题，要来到主的面前，来与主面对面，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只剩下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上帝也差派他的使者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着我们。
所以不要再以为只剩下我们自己一个人了，让上帝来帮助你，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真的是在我们的身边，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在那个孤单的困境当中，你真的会觉得啊，主啊，我真的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的人可能是在自己的身体疾病上软弱，有些人可能是在家庭、婚姻生活、亲子关系中，奇怪，怎么教都孩子就是不听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教孩子？我们一起来讲我们让我觉得孤单，好像祷告不蒙应允，没有垂听。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自己祷告，跟主说：主啊，你让我在孤单的时候能够体会，能够经验到，神，我不是一个人，好不好？将你的需要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亲爱的神啊，主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或许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正处在主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主啊，我真的是何其的孤单啊！主啊，我的灵力真的是需要被恢复啊！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啊！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失落的，在经济上失落的，在亲子关系、在夫妻关系当中失落的，神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来陪伴我们，你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乃是神你来与我们同在，你陪我们走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低谷。谢谢主，谢谢神，因为我们深信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纳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要更多更多的让我们去领受到神你的慈爱，你陪伴我们经过这死荫的幽谷。谢谢主，谢谢神，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点点地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点点地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会想。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点点地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
来祷告，我们要一起来为着列国来祷告，为着台湾我们的疫情受控制，我们的疫苗的覆盖率能够逐渐的提升来祷告，也为着我们高雄城中城这个火灾死伤者，我们的市政府后续的这个妥善处理，我们一起来同心的代求，为死伤者来祷告，也为着世界各国的疫情可以得到舒缓。为着阿富汗、缅甸这些政局可以早日平复，为当地的基督徒得平安，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献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将这些列国仰望在主手中，特别为着阿富汗、缅甸他们的政局能够早日能够平复，来献上祷告，求神你的平安赐下，主啊，你的怜悯也赐下，主啊，让当地的基督徒的这些百姓们能够得享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也为着世界各国的疫情能够得到舒缓，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啊，你来恩待，神啊，你来祝福，也透过这些世界各地这些百姓他们所注射的疫苗，主能够发挥极大的效果。谢谢主，谢谢神，因为你是施怜悯的神。主啊，你在台湾，你把整个肺炎的疫情都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些疫苗的覆盖率都逐渐的提升。主啊，让我们的疫情能够控制在最微小的当中。我们献上感恩，在我们在献上感谢之时，我们也为着世界各国的疫情继续祷告。神，愿我们这样子稳定的疫情也能够在世界各国当中。主啊，让我们不再遭受这疫情的这个危害。主，我们也恳求你来继续来恩待这些在城中城的火灾当中这些死伤者。主要特别当我们的师傅在处理这个后续的安排的时候，需要格外的智慧，帮助每一笔的善款，主啊都能够有效的运用在这些家庭的当中。主啊，恳求你的爱恩待，来祝福，让这个后续的安排能够妥当。死伤者，神你也继续安慰在这些死者他们的家人当中，伤者也恳求神你继续行大能来医治。谢谢主，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继续也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特别在我们这个月11月到12月当中，我们的长职的选举能够顺利的来举行，也能够圆满来祷告，为着我们教会70周年这些各项的庆祝活动的筹备能够顺利的进行来祷告，为我们教会的教牧、长职干事、牧养还有所有的事工特别在每个主日下午我们有过去已经1周了，这个礼拜是第2周，我们一共有6周新生命的讲座。我们为着50多位的学员还有我们所参与在其中，我们的讲师，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也一起为他们祷告还有在这个礼拜6开始，我们为期有4个礼拜的礼拜6有这个导播、摄影的这样子的一个装备的一个课程。我们求神来恩待，兴起更多的这些同工能够参与在服事当中，也为着这个礼拜天我们有捐血的活动，我们求神来赐福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挽起袖子我们来为这个社会来尽一点心力。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新媒体的团队，我们彼此当中有很好的配搭为着教会的成长目标不管是聚会的人数或是我们的奉献，都有一个美好的突破。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教会来守望、来祝福。我们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主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要迈向70周年。主，我们感谢你设立右昌教会在这个地方，来祝福附近的居民。主同样的你的福音也要临到在我们的这个右昌的地区，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教会内所推展的各样的事工。主特别在今年我们的11、12月有长职的改选，求你来保守带领，让整个选举过程能够顺利圆满，也为着教会70周年的各项的活动筹备还有进行能够很顺利的线上祷告，帮助我们教牧的团队、长职我们的干事团队、牧养、施工各方面，祝福及新媒体的团队，我们都有
教会当中所推展的各样的工作，无论是面对这些会系的这些 best 这些慕道友，主要或是来对自己的会友来进行内部的一个在摄影导播方面的课程装备，主要都求你来亲自恩待，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在教会工作当中，主要让我们在服侍的同时享受神你的恩典，享受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助人，也能够提升自己。就感谢你将我们教会的成长目标也摆在神你的手中，无论是在聚会的人数、小组的人数、祷告会的人数，主啊，或者是在奉献方面各方面我们都有所成长。主啊，愿将这美好的成长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在神你的面前，求你也来施恩祝福我们教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继续为着我们教会各项的外展事工来祷告，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好不好？这个时候你所知道的，或是你自己本身身体哪里有不舒服的，也可以为着自己按手，为着自己来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只是在教会内部的工作，主啊，在对外展的事工，我们同样看重，求你继续恩待，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的小组在进行幸福小组，主啊，这些的事工，求你亲自帮助，主啊，你敞开这些 best 的心，主啊，你使用每一组在带领幸福小组的同工，主啊，使他们在关心的过程当中，主啊，就让他们的心被主的爱深深的来摸着，主啊，就让他们的心深受感动。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已经有感动要来洗礼，要来认识主了。主啊，就求你继续的来影响我们的贝斯特，感动我们的贝斯特，透过他们去感动到家里面的人。主啊，无论是我们社区当中生命教育的事工、学生的工作、在本招的事工、1919服务的事工、各样的事工、幼儿的事工，都求主你亲自来兼顾，求主亲自来建立老人长者的事工，也求主继续兴起更多的这些志工参与投入在其中。我们也同心为着我们教会当中许许多多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来线上祷告。这些周报上所刊登的弟兄姐妹在软弱中的，主啊，你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你也摸着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能得到神所赐的平安。主啊，也将我们的荣惠师母仰望在神手中，他的脚还不够有力，神透过每一次的复健，每一次的训练，主给他够用的力量。主啊，我们也将荣宗弟兄的母亲仰望在神手中，这些在住院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亲自来怜悯，求主亲自来带领，主啊，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到神你的慈爱。主，我们不是在孤单当中，我们不是在孤单当中，因为你会陪着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也愿我们个人所祷告的事项，为着自己所代求的，神你也要来垂听。主啊，我们所抚摸到难过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你也要来全然医治。感谢主，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你的手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当我遇到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刻不停下。你说你会有走过春夏秋冬，等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
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会陪我们走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主啊，你疼我们，爱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如同诗歌所说的，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都不害怕，因为神不撇下任何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就是这么样的长阔高深。在我们当中，若有弟兄姐妹心里还是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用你的手紧紧地抱着他，环绕着他。主啊，也让他的家人能够成为一个关怀的力量，让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成为关心他的一个保护网。谢谢主，谢谢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特别与心里软弱、处在孤单、悲伤、受苦情境中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愿过去帮助以利亚的上帝，也成为我们众人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彼此请安。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哈利路亚，你不是一个人。